Hello， 今天爱情相谈所要为来信观众解决情情爱爱的烦恼。我最近有了喜欢的人，但两个人没什么交集，不知道怎么追他。放心交给我吧，让我来传授你心动的爱情追求术，展现自我的魅力。就让温柔山歌王子来传授你必胜追求招式——客家山歌。一送啊见啊菜，妹妹来跳桑擦那。原来如此，真不愧是大师。喂，一送俾件麻柴，妹妹嚟跳桑擦吧，我跟阿奶姑。深入了解对方。嘿，我是人生胜利组发哥。追对象的重点就是好好了解他，观察他，才能知道对方喜欢什么，知道吗？了解他，观察他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喜欢健身吗？有没有其他兴趣啊？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哎，最近天气有点冷咻咻哎。一直传烦死了。这款蛋糕我也吃过哎，好吃哦。餐厅蛮好吃的。你的包包没关好哦。什么鬼啊！不音，要下雨了，你有带伞吗？小姐，没带伞吗？我可以送你回家哦。变态啊！互相了解不是胎祖胎一，要尊重彼此的生活空间哦。嗨，你们穿的衣服 Q 妞，好可爱哦！这就是第3招，此有此猜，不强求，机会也许会在最适当的时候到来哦。爱情相谈所，我们下次见喽。